遠離城市嘅繁華喧囂，我哋睇一個一步一景徽派新中式建築面積230平方嘅，地上做咗3層，大家可以從我哋視像望下佢個外觀造型咧，青磚輝雅、古香古色。通常呢種單位咧喺古代時候，全部都係比較有身份地位嘅達官貴人先可以擁有呢種產品嘅。我哋依家事不宜遲，入去參觀下內籠嘅格局，俾到大家參考。呢種單位380萬到480萬，獨棟合院別墅，帶溫泉入戶嘅，就喺高鐵站旁邊。你返到香港僅需要1小時出頭，1個半鐘內基本上可以完成㗎啦。呢個別墅區咧，亦係一個比較休閒度假放鬆一個環境嚟嘅。小區自帶泳竇嘅，每一座嘅位置咧，佢嘅泳竇嘅景觀唔同嘅，有好多小朋友玩嘅一啲娛樂設施。廣東省清遠市挨住我哋廣州白雲區隔離嘅交匯處嚟嘅，左手邊出去咧就係我哋清遠長隆動物園，係非常大型嘅。所以呢度點解講係比較適合度假、退休或者有需要做酒店民宿嗰種類型咧，比較 OK 嘅。今日呢套單位，如果佢喺珠海、廣州或者香港呢地方咧，都要1500幾萬到2000幾萬嘅。但係我哋今日睇呢間咧，380萬可以首期15%上車嘅。大家可以從我哋視像望一下，步步高升上到嚟就係我哋呢套單位內籠嘅情況啦。視像裏面感受下呢個大銅門啊，鋼架防火門嚟嘅。通常咧喺古代時候啊，一定係比較有身份地位嘅人先可以擁有呢種咁嘅門鎖啊。古代時候已經非常高檔啦。再入嚟，大家可以睇下做咗一個屏風，非常之有情懷嘅新中式嘅一個設計嚟嘅。今日睇呢種單位咧，有啲人會非常之中意呢種 feel， 亦會有部分覺得呢種別墅咧太老土，有啲人又中意繁華地段，非常時尚 modern 嘅地方，有啲人比較中意安安靜靜，偶爾鳥語花香、散散步嗰種環境。大家可以從我哋視像裏面感受下呢個別墅一個前院嚟嘅，每個單位嘅花園大細唔同嘅。比如呢個單位咧個花園咧大概係1800尺度，我哋可以睇下前院個位置，攝影師可以步行過嚟呢個位置，俾到大家觀賞下。其實我哋呢套單位嘅前院，當你喺客廳望出嚟嗰種環境啊，非常之有格調嘅，特別放一啲有中式情懷或者嗰啲輕音樂咧，喺呢度飲杯茶傾下偈，嗰種人生我覺得好陶醉、好放鬆、好解壓嘅。加上種咗一棵羅漢松，喺石山拉翻嚟嗰啲石頭擺設喺度咧，襯托下，好有氛圍感。呢個合院別墅咧係有4周圍嘅花園嚟嘅。我哋先從呢個花園小竇嘅位置環繞一圈，前後左右啲花園。後期有需要種花種菜，追求嗰種園林風格嘅，就可以參照下。亦會有一部分咧會比較中意石磚通鋪，全部硬化晒嘅，乾手淨腳。亦會有人中意一片大草皮，所以每個人興趣愛好都唔同啊。我哋今日睇呢個單位咧，佢係有溫泉入戶嘅，係真真正正天然溫泉入戶嘅。呢啲位置全部 OK 晒嘅咧，大家可以從我哋視像裏面都感受到啦。種咗好多青菜啊！如果中意煮飯仔嘅朋友咧，其實喺自己花園啊種翻啲菜，其實真係幾 OK 嘅。呢度有個吧台洗手盆嘅形式啦，到時咧喺呢啲地方燒烤都 OK 嘅。我哋再從呢個宅花園望下，我哋今日睇呢個別墅盤咧，就係廣東省清遠挨住廣州嘅位置嚟嘅。其實地段相對嚟講咧，都係四通八達咯，就係佢個位置咧比較安靜少少嘅，俾唔到你嗰種高樓大廈嘅感覺，比較追求休閒嘅。大家可以了解下。其實大家從我哋視像裡面都感受到啦，左右兩邊啲綠植，微風吹咗感覺啊，就可以感受到其實呢個地段嘅空氣流通啊，係屬於一個低密度嘅環境嚟嘅。攝影師俾個鏡頭望一望整體外立面，俾到大家欣賞下呢個別墅非常之氣派，非常之有感覺嘅。其實喺大灣區裏面呢種新中式嘅別墅咧，真係少之又少嘅。每個城市咧都係1、2個盤嘅咋，非常之稀缺嘅。你去到其他地方，有可能價錢會更加貴啲嘅。比如珠海嘅華發苑子同埋翠湖香山，每一座單位最細嘅價錢啊，華發苑子都400幾萬啦。如果需要獨棟嘅話，成1000幾萬出頭嘅。呢間300零萬就 OK 啦。我哋睇下內籠嘅裝修，俾到大家參考啦。佢裏面嘅空間咧就冇大家想象中咁闊嘅，只能講每寸空間做到恰到好處，
該有嘅嘢全部有齊晒，嗰種氛圍都可以望下。攝影師可以步行過去呢個位置，俾大家參考整體個感覺啊。客廳大概係咁樣啦，再對過嚟係一個餐廳嚟嘅，望出去咧就係我哋啱先後花園泳池嘅位置啦。呢個別墅樓底啊，比我哋傳統睇嗰啲平層或者其他別墅咧，會高翻少少嘅，3.6米嘅層高，冇任何壓迫感，即係會比較舒服寫意嘅。呢度係一個餐台位置，睇出去嗰種感覺。到時有自己啲小朋友啊，或者有啲寵物啊喺個花園嗰度玩耍嘅時候咧，我覺得人嘅一生咧，使咩去追求咁快嘅節奏啊？偶爾咧適當放低自己，享受生活先係最重要嘅。錢係揾唔晒嘅，快樂咧唔係一直都有嘅。但係有一個靜靜地嘅地方俾你作為解壓，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。我覺得咧，有時候揾錢咧只係生活一部分。我哋依家睇呢個 size 咧，只係別墅區中型嘅230平方咋。其實呢個別墅區最大咧有280方，佢有帶地下室嘅。呢個咧就冇地下室嘅230平方。呢個係廚房嚟嘅。上面到時啲廚櫃電器咧就睇翻興趣，因為呢邊嘅別墅咧佢有大裝修，有清水樓。咁發展商呢邊咧主要係賣清水樓為主嘅，需要大裝修嘅情況下咧，加錢1700蚊一平方，發展商會全部幫你做好晒。從呢度上去就係我哋2樓同埋3樓啲房間，呢度係2樓咗有電梯位嘅，即係呢個 size 咧，你需要裝電梯嘅時候咧就喺呢個位置啦。我哋再過嚟睇下1樓嘅長者房，右手邊呢度位置有個公區嘅沖涼房，即係我哋講嘅洗手間啦。再過嚟先係長者房嘅位置，三面落床係 OK 嘅。其實呢個作為長者房都幾舒服啦，可以做到嗰種通透感，玩住手機望出去，小朋友啊或者寵物喺度玩耍啊。當自己達到一定年紀嘅時候，嗰種環境啊，真係只有上咗一定年紀嘅人可能會感受得到。咁呢個別墅1樓咧，我哋基本上睇完啦。2樓睇下啲房間。咁大家睇片過程中咧，如果有邊啲位置我冇講到嘅，你又想了解翻嘅，可以直接聯繫我或者留言俾我，再回覆大家都 OK。有時間嘅，又對呢個價錢地段可以接受到嘅，就可以睇下實景。因為畢竟呢種地段咧，唔係每個人都啱嘅，只能講適合度假養老嘅朋友。首先我哋睇到2樓就係其中一個透間房嚟嘅，你可以作為長者房，亦可以作為客房、兒童房。透間嘅設計，均室分離，然後3面落床。到時有需要嘅情況下咧，呢啲位置可以做得落去一啲衣櫃嘅，因為依家比較流行呢啲咁嘅工業風啦，即係每個人需求唔同。咁其實喺2樓望出去咧，會周圍都係一啲別墅景為主，或者係泳池同埋一啲娛樂設施嘅景觀。因為每座位置嘅景觀視野係唔同嘅。佢呢邊嘅別墅咧，有啲位置係睇泳池嘅，好舒服嘅。咁出邊有個露台嘅，中意煲煙啊、唞下氣啊，或者曬下嘢啊，出邊露台係 OK 嘅。咁呢個係其中一間房，我哋再望下另外一個大套間，可以做主人房又 OK 嘅，好闊綽。電梯出嚟，同埋呢度上去就係3樓，呢度係2樓其中一個套間。2樓同埋3樓個房間個位置空間係一模一樣嘅，所以後期邊個位置做主人房咧，就睇翻大家嘅安排啦。當然2樓嘅優勢咧係左右兩邊達到南北通之餘咧，出邊係有個露台嘅，兩者之間係唔同嘅。3面落床仲好闊綽，你擺衣櫃又得，擺床頭櫃又 OK， 嗰啲位置又有擺衣櫃，樓底又比較高。攝影師可以再望下呢邊，佢係有個露台嘅。咁中意種花啊、洗下衣服啊各方面就可以喺呢個露台實現啦。大家可以從我哋視像都睇到右手邊咧，全部係一個別墅景嚟嘅。咁從我哋視像右手邊望過去咧，就係高鐵站個位置啦，同埋長隆就喺高鐵站個右手邊個位置，所以相對嚟講，呢度位置就係高鐵站旁邊，同埋長隆動物園嘅隔離，亦係廣州白雲機場同埋花都附近嘅30分鐘距離就可以去到好多地方噶啦。2樓只要係做咗2個透間，我哋上去3樓睇下書房同埋主人房。咁呢個盤如果需要生活配套嘅情況下咧，小區自帶咗部分商業嘅。又有一啲小朋友玩嘅，如果需要去到市中心咧，15分鐘時間。因為清遠係一個休閒度假食嘢最多嘅地方，即係你中意食地道嘅農莊啊、本地嘅特色啊，就喺清遠就可以揾到啦。如果有關注喺呢個城市嘅朋友就非常之了解，呢個可以作為一個客房，又可以作書房，睇翻大家安排嘅。因為出邊又有露台，嗰種環境係比較 OK 嘅。
相當於係270度一個採光。咁喺我哋左手邊咧，正式嘅主人房又得。呢間房同2樓嗰間房空間一模一樣大嘅，都係南北通。呢個係沖涼房嘅位置。過嚟呢個位置就係休息區啦。依家係放咗米8床嘅，側邊咧仲有衣櫃，仲有呢個位置樓底係比較高嘅。如果有興趣出邊種花、煲煙同埋搞一啲曬被嗰方面咧，出邊係可以 OK 嘅。有需要嘅情況下，到時自己封少少玻璃，唔使水淋熱曬。咁喺呢套單位望落去咧，就係自己嘅全花園，周圍咧都係一啲山景、城市景，同埋一啲本地村民，係比較有生活氣息嘅地方嚟嘅。呢個建築面積230平方嘅單位咧，我哋基本上睇完啦。如果有邊啲位置需要補充嘅朋友咧，可以留言，可以預約睇下實景嘅。呢個單位總價380萬到480萬就 OK 啦，首期15%，剩低可以全部借銀行嘅。咁呢個盤咧，佢個規模比較大嘅，依家已經係現樓狀態啦。辦完手續就可以交樓，可以選擇大裝修，亦可以清水樓嘅。成個小區因為比較有規模，佢做咗好多一啲小朋友玩嘅娛樂設施、泳池、泳道，甚至有啲部分嘅別墅咧，佢將個泳道圍繞住喺別墅隔離，剝開衫就可以落去啦。咁呢個別墅佢亦喺我哋清遠長隆動物園隔離，所以喺呢度位置後期作為放租出租做民宿啊，其實都 OK 嘅。今日呢個別墅盤，如果有需要嘅情況下，喺香港西九龍坐高鐵過嚟到清遠呢個地段，咁喺高鐵站過嚟呢度位置，就算你點樣揮霍，半個鐘內基本上可以 OK 嘅啦。所以睇翻大家嘅時間觀念啦。清遠亦係好多度假旅遊一個地方嚟嘅，有連州地下河啊，仲有啲爬山嘅度假區為主嘅。你想去到其他地方，個時間都係半個鐘到1個鐘，你可以去到好多地方噶啦。咁其他我哋就唔囉嗦啦。我哋依家睇呢個咧，只係呢個別墅區中型嘅 size 嚟嘅。呢邊賣緊最細嘅 size 咧，142平方，仲有180平方，呢個係230平方，最大咧係280平方，係有大地下室，嗰個 size 銀碼會高啲，類似一種大獨棟別墅。有興趣嘅，到時可以睇下實景。因為依家佢冇做示範單位，我哋冇辦法拍俾大家睇。咁呢條片基本到呢度啦。如果邊啲位置需要補充嘅朋友，可以留言或者預約睇下實景啦。咁我哋除咗呢啲別墅咧，我哋喺中山、珠海、江門啊都有別墅大平層低首期個項目可以俾到大家參考嘅。咁每日拍片咧都非常之唔容易嘅，方便咧點翻嚟關注下我哋啦。非常感謝大家收睇啊，拜拜。